众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福氣來嚟，我係 Rita 林玉天。你講到客家族群哦，有人是形容講係你哋游牧民族群樣，來到世界各個地方都做得啲該個地方落地生根，可以築巢而居哦。你係講用藝術創作嘅方式來顯現你客家，你話想講做得用咩方式呢？當歡喜你今日節目當中邀請到了解實物藝術家。所以其實係攞實嘅東西，攞藝術創作結合啲強下，來做出有幾自家思想嘅作品嗬。實際來分享，我新竹嘅鄉親來分享羅婉雲。大家好，我係羅婉雲。大家好，我是婉雲，開心來到這裡。分享婉雲，我看婉雲呢，越看越第印象，因為佢係我新竹五中嘅學妹。謝謝好。看婉雲當後生，不過其實來做創作，開始做創作已經前多年嘅時間了哈。大概從我開始創作，以雕塑來創作的話，大概有8年的時間了。8年嘅時間，所以係差唔多你讀大學嘅時間。好，該底下呢，你看到你會稱你為食物藝術家。可見你應該係一個美食者吧？其實比較不像是美食，因為我創作比較不是強調我要做出好吃的東西，就是跟那個廚師不太一樣，就是比較注重於大家怎麼吃，跟重新去思考你在吃後面的故事這樣子。我家講你應該是位美食家吧？你美食的定義，到3人上班冇強，有人知道我係到東澎牌，佢每日點讚；有人知道我係到係福開梅頭，係講我係食啲菜有意思嘅，好有意義的。所以可見定義創作地圖呢，你係表現當你嘅情感啲啲當中哈。食物藝術家，所以定義創作地圖，你就得看到當到撈皮嘅刀。是的，都咩都有關係的東西。那我創作它其實比較多都是有點像一種儀式啦，就是我東西會先擺好，然後大家就會一起來。但因為我做的東西它比較特殊，比如說像看到這邊有一個作品，那怎麼那麼像你啊？它其實是用翻模的方式，然後直接從我的人體的。就是樣子直接去直翻，所以它就是完完本本的我的樣子。你聲音，對，所以底下走的時間，你僅僅是木沙沙，然後這應該是石膏嗎？對，石膏，就用石膏敷上去，可是會黏住啊。我會塗很多隔離劑，像凡士林，因為就是不會傷皮膚，但是又可以保護隔離這樣子。對，那我有一個雛形，比如說像我們現在看到的身體，比如說我的頭、我的手、我的身體部位之後，我就可以拿來製作成可以那種拿來翻製食物的食物膜。哎呦你呢，好厲害 ！Rita 手行呢，我們就剛剛講到哈，圈性又各某同樣的部分，我們都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好像模型一樣。首先你看到了，這個是起手式啊。那個是分食式，為什麼它要叫分食呢？因為分食式它那一次在創作的時候，它比較特殊的地方是，就是我把我自我認知，然後我對於頭的想象、手的想象、我身體的認知，然後分成一部分一部分，所以手的味道跟頭的味道其實是不一樣的，對，然後身體又有不一樣的吃法，所以就是它分食，一方面是指我把它們分開來呈現，然後在大家在吃的時候，又很像在很多個人在吃一個人的樣子，對，就是分食它這樣。哎，講起來好像有一點點那個驚悚。如果你詳細去想看哈，你如果把它變成一個動醬的擺盤，我們嘗到不同的食物，可能會想講手做得做乜嘅，好，你的麵、你的小肉做得做乜嘅，也講你的腳骨做得做乜嘅。它其實有蠻多的故事在裡面的。對，因為其實人在面對人的樣子的時候，會特別就是敏銳，因為就跟你平常吃菜吃肉，你已經很習慣，你其實不太會有停下來去注意你在吃什麼這樣子。對，但是當我把人的形象，或是一般我們認知不能吃的形象，放到食物的樣貌的時候，大家就會停下來再去想，那這個是
什么样子，它好像跟我生活中的一些就是场景很像，但是它又不太一样。然后重点是我的作品可以进入大家的身体里，变成你们的一部分，对，就变成你的养分这样子。哦，懂神奇，因为刚刚讲到相信你起到走唔得走的事情，可是今天让你突破，换一种方式去达成，你要狗唱动作点停下来，我们可以静下来思考，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对，因为就是我觉得啦，就是我以餐桌作为一个呈现的平台，因为大部分我们想象雕塑就是我有一个展台，那我把雕塑美美的放在上去，然后大家就用看的，然后我看完可能就走。对。但我用吃的这种方式，它可能就是会你在吃的当下，你去思考，那我要怎么吃？它是一个手的造型的时候，我可以碰它的手指吗？还是我要从哪一个先吃哪一个地方？对，那它如果是一个脸的造型的时候，大家可能会不太敢去动它，因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人，就是你会意识到说他好像是我印象中的人的样子。那我要怎么去接触这个人？这样子，对，神奇哈。好，撒哈了，你看到哈，刚才又修就是分时式，这个米呢就是起手式了。那起手式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有一位策展人，那他在网络上有看到我就是分时式的发表嘛，然后他那个时候刚好在当代艺术馆，然后有一个皆大欢喜的计划，然后他身为策展人就会去召集他的参展艺术家，所以他那时候看到我这个作品，他就很喜欢，然后就希望我可以跟就是中山市场的那些摊贩一起合作，做一个食物计划这样。哇，所以你看到经营动到好细的菜，你个当本呢都有婉约的手，这些都是你的手哦？不是，你看它有些很大，有大有的小，对，那些都是摊贩的手。然后那些料理是用，比如说她是鸡肉摊的阿姨，然后我就翻就是鸡肉摊阿姨的手，然后跟她买她摊贩的食材，然后比如说就做成鸡茸饭，然后里面也有海鲜饭，然后也有就是各式各样，就是融合他们的摊贩里卖的食材这样。这应该就是买呛锤，对对，呛锤，对。所以你自己做料都料理，对，我自己做的。对，那我每一次做这样子的计划，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因为大家吃完就没了嘛。所以我们在展览的现场，我们去看展览，然后现场会有飘出这些菜香、饭菜香，然后看展的人都可以尝一口，很安用吗？其实我展览的逻辑跟一般我们在想象艺术品的那种很不可碰触啊，要很小心、要很安静是不一样。其实我反而希望大家可以尽可能的去碰触跟参与，所以大部分发表的时候都不会是那种在安安静静的地方，通常会办成活动。对，然后大家都可以大家走在来，走在起戏。对，那个摊贩他们后来有自己来吃自己的手，对他们就会也很兴奋，很好奇自己的手吃起来是什么样子。哇，对，那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常常去摊贩买一些，比如说传统的市场，那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其实是他们劳动的手，他们搬东西，他们就是给你的商品，找钱，对，拿东西给你，对，其实我们最常看到是他们这个手，然后这也是他们整个串联他们市场的一个核心。哇。所以韩國你有看到，其實展覽有當到冇強嘅顯示哈。你剛才啱介紹都是今年6月份哈，特別是客家文化基金會舉辦的這個客家代表叫展覽哈。在展覽過後，還是有很多的回饋跟回響，所以你今日到大家分享，啱是下半年圖還有哪位叫展覽的哈？等一下半月會好好介紹。那撒哈了，我們吃完東西之後，要有安到嘅感恩哦，呢度有表冇強用嘅東西，你係乜嘅意思咧？那個是上半年參加客家潮的時候，那個作品比較特別一點是，當初我從紐約剛回來的時候，其實對於自身的文化就會有一種吸引力嘛，通常會去了解，對，就會覺得我身為藝術創作者，但我一直都沒有去回應我自己的文化，或者是我看到就是在台北的基金，就是客家基金會，他們一直都想要去推客家在台北的這個狀態，但好像一直都沒有跳出一個，就是藝文工作者很認真的去參與它。所以你是跳出來嘞？對，就是這其實是一個很
那个心情是很复杂的，因为像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计划的时候，其实我有遇到其他也是同行，他们来参加这种甄选啊，或者是提案的时候，那真的很伤心，就是明白，就是他们会说，哦，其实我也不了解客家文化，我也不是客家人。只是因为有案子就来拿，对，然后就说，而且他们每年都来哦，就像在刷，就是这个活动这样。然后我就说，那你的作品在做什么？他竟然就说，哦，我也不知道，我就上网查客家文化，然后就把图片贴上去。对，然后你听到就会觉得自己的文化被别人这样糟蹋，你就会觉得用走的安用，对啊，就是会觉得很气愤，就会觉得那我不去做点什么，那就是我们的。就是文化就会不断的被导向一个很越来越模糊的奇怪的一个方向。刚才听万云讲诶，未强用动吉痛啊，未动感痛哈。等下到阵来，万云动到精彩故事，继续同大家分享。安尼未来谈几粒创作背后有动态的动力咯。大家轉到復起來咧 ，Rita 今日喺節目當中為大家分享，咧係視覺藝術家羅萬雲，來自新竹幾所帶來嘅創作。頭先萬雲講到一激動嗬，沒有感同嘅地方，再次來分享嘅，萬雲你好，大家好。係，剛才看到咧係你嘅作品啊，哈，在這個作品的背後有一個很大的感動，其實我覺得讓你從關愛。第一天轉來，再次的看這個文化，是不是一個很強烈的衝擊？因為在紐約，大部分人都會去談你是從哪裡來，然後尤其是藝術家的話，就會更強調你要怎麼樣，就是透過你的創作去融合你的文化。對，那個時候他們就會說，就是你的語言是什麼？對，但是你也知道，就是我們的語言是 Chinese 呢？還是 Mandarin 呢？還是就是會有很多，所以我那時候就說我是 Hakka， 然後沒有人聽過那是什麼，對，他們還以為是台灣的原住民文化這樣子，對，所以我那時候回來就有一個就是蠻深的感觸，就會覺得說，對，我來自這個文化，但我好像創作這麼多年，我好像沒有試着去回看我這個我生長的環境這樣子，對，所以我那時候。上半年第一個計劃就是他鄉的你附着的眼，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講我啦，因為對我來講，我是從他鄉來到台北，然後待了大概就是7、8年左右，對，所以那個時候在做這個創作的時候，就有一種想要再去找找看其他人，那他們是怎麼樣在這個台北的都市裡面生活的，所以那時候就展開了這一系列的計劃。我除了地圖講到他鄉，當然可能你離開故鄉，離開新竹到台北也講到關愛。我講到鹽有買關係，這個鹽其實它是很有來歷。比如說羅馬以前就講到，他們把鹽運到哪裡呀、或者是用一種鹽就是一種調和劑。在你的解讀，你的鹽是什麼？那時候會寫說，就是附着的鹽，主要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構想這個計劃的時候，是以醬菜的概念去做醃製品。對，因為說到客家文化，我們就是很會做，就是醬菜跟醃菜啦，對，福菜啊，然後還有比如說像我們家，就是阿婆的醬菜是最，就是每個人家裡都一定會有這個東西。對，然後阿婆通常都是家裡的女性長者啦，就是我調查了比較多不一樣面向的一些例子，其實大部分大家想到的時候都會說，哦，有我們家阿婆會做什麼什麼。對，那像我們家我阿婆特愛做美酒，對，她會把它放在那個類似像床鋪底下，民聰大廈，對，民聰大廈，然後你過去之後，然後他就會把床鋪掀開來，然後裡面對，然後裡面就一罐一罐，他會跟你說幾年份，那是10年、20年份，對，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它有點像寶藏，就是每一個家裡都藏有這個，就是客家的家庭都有的，可是每一個家裡藏的跟對，味頭冇窮人，對，然後內容也不一樣，有些人是鹹的，有些人是甜的，那有些人是可能就是
过年过节可以拿出来，有些人可能就是当平时零嘴吃。对，所以那时候选择酱菜这种东西，有点像是在讲说，即使我们都来到台北，可是我们心里面只要讲到这个共同的。就会有共鸣了。对，就有点像是它好像是我们分散出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连接点。对，所以我就抓这个点，然后去找这个发散出去的人。所以那个盐呢，就是在讲腌制这件事情。对，因为你腌制，你最基本的功法就是用盐去取出那个水分嘛，然后反复的一直去去水分，然后最后再用盐去腌制它，去做处理。对，那附着的盐。另外一个层面也是在讲，我们从他乡来台北，其实都是为了打拼跟生存了，就是更好的环境嘛。那个过程一定是很不简单的，对啊，因为你要去适应这个环境，然后你要去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所以那个盐也有一部分是在讲，类似像我们流汗会有咸咸的汗水，那个盐的那种感觉，对。我就甲下趟，完全按讲是本来想到，我看到了，譬如讲台暗讲啊，西干啊，我是不是想讲，甲到底了地图是种嘛改呢？好像每一个容器哦，是会让你去走天涯挑菜引入关系，所以他们分别代表不同的人物跟不同食物的味道。对，那个时候其实构想很简单，就是我要做字物去谈台北客家族群。那这个逻辑就有点像是我做人像，但我不是用就是它长什么样子我就一五一十的做出来，我就是把酱菜的逻辑转换成人像。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一罐一罐的那些字物，其实对我来讲就像是他们的肖像。对，所以我比如说我跟他们见面，像我们这样见面，那你今天可能穿白色，然后还有很漂亮的蕾丝，所以当我回去在制作你这个人的酱罐的时候，我会依照你现在的形象去把你做成一个酱罐，所以现在看到有大大小小啊、高高瘦瘦，其实他们就是在讲那个身形，对那个人身形。然后那天搞不好穿裙子，那个人可能穿有花纹，那个图案我都会再把它画上去。对，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罐子的时候，它外观上其实就是当我们遇见这个人的时候看到的那个形象。你係讓一種從你外形的形式啊做一個轉換，他想象是很無限的。你是從做神奇的地方上嗎？剛剛其實還只是在講外面，就是外在。那它最核心的其實是裡面的那個它的味道，對，醬菜嘛，就是不是每一個都是醬菜，有些可能是有一個是梅茶，那有一個可能是醃蘿蔔，那還有那種鳳梨加豆子那種，對，所以它會有很多種層次的味道，對。但是那時候遇到疫情，原本有個品嘗活動，就是大家不能吃東西了，對，就是要開罐讓大家吃，可是那時候因為是在華山展覽，所以華山就規定那一段期間都不能有任何就是品嘗啊或喝茶的這種活動，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換另外一個方式處理，就變成是我展覽前都把這些醃製品拿出來，然後做烘乾的處理，所以當觀者後來進去看的時候，他們是可以打開來就可以聞到那個有味道，對，但我反而覺得這樣更好，對。不能自己回去再去找那個東西來吃。對，但它其實就是有一種怎麼講，就是你沒有辦法說，因為你如果打開看到是類似蘿蔔啊，你就說哦這是醃蘿蔔，你就可能就放回去。哦，對。但是如果我打開，它什麼都沒有看到，可是就有一個很濃的味道的話，它就會有想了係嘛個東西，對，它就會有一個想象，然後它會停留一段時間去理解這個作品他在做什麼，對，其實我很喜歡這種狀態，就是讓大家不會用一種先入為主的既定印象去看到我們接觸到的東西。所以你談到你係萬源喺今年6月份哦，你係客家地嘅展覽，談到是只有講係講冇看到你還沒有動大手，但是下半年10月客家地又有一波嘅展覽了哦，再同大家介紹一下嗎？那個其實是我覺得是他們基金會很用心啦，就是他們會一直推，然後我記得下半年好像是10月16號嘛，10月17號到31號，對，17號的時間點。那其實每一次他們都會就是再次增建找一群很厲害的藝術家一起來
再次去谈，所以每一次看你都会发现你可以从不同视角去切入，所以其实我自己也蛮期待。好，这个汉伟找过去嗡嗡了，看看别人是怎么样呈现都会客家的。对，了白走了的展览哦，我想又细的又皮的都又面的都哦，里面了从中地图哦，食物真的占了太重要的分量哦。唐公呢，爸爸就是非常重视吃的人。对，因为在我们家里，其实我们家比较不是那种很富裕的家庭，所以在像我们这样的家庭背景的话，温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点像是你念书，你考大学，或者是你找工作，其实都是为了温饱，比较不会去谈你就是有没有兴趣，或者是你有什么梦想抱负。但是我爸在这个家庭的结构当中，他的看法总是很有趣。比如说，他有一天就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叫我过来，然后就突然跟我语重心长的说：“婉云，我要跟你说，我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家训，真的要说的话就只有一条，你要记得了，然后就是吃的绝对不能省。”爸爸怎么这么可爱啊？对，然后可是他很严肃，就是他很想让我知道，就是这句话这样。可是其实这句话听起来很荒唐，就是我当下也会满头问号，想说什么意思？吃的为什么不能省？而且为什么这么严肃、这么震惊的讲？而且他是家训。对，然后慢慢长大，我就越来越能够体会，就是它其实背后的意义是，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果腹是最重要的。那其实就是除了这件事情以外，我们就不太会再去做什么就是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我爸就有一种他的姿态，就有点像说，既然要吃，那我们就要吃到最好。哇！对，就是我们可能没有很有钱，就是我们可能比较就是拮据，但是我们不能屈服我们的身份。就是既然我们只能这样做的话，我们就要把这件事做到极致。哇，所以我其实都感谢一下爸爸，因为爸爸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推手。你那个食物吃不能省，所以婉云再把这个形象转化成他的艺术创作地图，我其实都了解一张都重要的。等下到阵来呢，你来谈婉云佢有很多的分享，很有程度到食物当甚至嘅創作，讓大家幫大家看。大家轉到呼起來咧 ，Rita 今半日邀請到了食物藝術家羅婉雲來到節目當中。頭先談到佢嘅夢想啦，佢做嘅作品啦，又當到感動嘅故事嚟講，我知道佢當有創意，當有構想，做得到前度嘅事情變現佢嘅意念。再次嚟分享婉雲。嗨。第二位呢 ，Rita 咪希望講婉雲做得同所有嘅觀眾朋友來分享哈，我們有個快問快答要講。希望講婉雲做分享，身為啲藝術家，嚟做創作，所以你係攞前度嘅靈感，變現自己嘅東西做出來。咁有人是會講，哇，你做嘅東西當正啊，當有想法。咁你係講平常時嘅想法，我們要如何累積生活的美感呢？又係講何謂美學，我們怎麼培養呢？其實我覺得大家常常太注重於好看，對，但其實我覺得比起美感更重要的其實是趣味，對，就是有趣。我覺得我們需要，不管是停下來也好，或者是找一段時間回歸到我們自己本身。比如說你很常習慣的一個慣性，你可能就不會太去注意你經過什麼，你看到什麼，你感受到什麼。但是當我們停下來感受，或者是我們去仔細去觀察身邊的周遭環境，其實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就會在裡面。然後那些有趣的東西跟樣子，常常都是我的一個靈感的發想。對，所以其實我覺得，與其去強調美學或是美感，它我覺得比較重要的應該是我們去找到自己感興趣那個有趣，可以讓我們覺得很好玩的東西。對，所以保持好奇心。對，新鮮感。
对，因为最怕就是你心死，你麻木的过生活，其实很漂亮，或者是你干干净净的，就是那也没有感觉了。对，它就是那个灵魂出不来。对，我觉得有那个精神性反而是最重要的。所以，你走的想象一下，我们如果现在是一个孩子，你想会嘛改，想会搞嘛改，想会走嘛改，这样好像蛮有帮助的。其实我很喜欢小孩子参与我的计划，因为比如说就连用餐，大人都习惯有一套我们的类似礼仪啊，怎么切，怎么吃，这是什么的大小应该是怎么样。小孩子没有，小孩子他就是用他自己看到的第一直觉去做反应。所以小孩子常常会颠覆你的想象，这样子。大家都在参考呀，我们要保有好奇心。对，哇，讲到好奇，我每当好奇，你最近哈，等下摸海嘛改6月份做了一个展览哈，你哈到底要做一家新的展览，就是跟国外做一个连接，跟纽约那边做一个连接的。对，它其实是因为我年初刚从纽约回来，然后在离开前有做一个。就是小型的发表，那时候跟一个艺术家，他邀请我去，然后我们有一起合作，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发表的时候，就其实还蛮多，就是在纽约的一些艺廊或艺术家就有关注到，所以当我回台湾，因为全球就开始大肆的爆发疫情之后，就是很多艺术圈就都关起来，因为都不能展览了嘛，对，所以那个时候纽约那边就有一个单位，然后他们就提出了一个计划，就是他们线上找很多各个国家不一样的艺术家，然后透过，因为像台湾比较特例啦，我们没有被就是禁止外出这种事情，但很多欧美国家其实是政府是让他们就是对大家都要待在就是家里面，所以那时候他们是以家这个形象为命题，然后让艺术家利用家里面最直接可以拿到的材料。去进行创作，然后去回应家这个概念，对，所以那可能你是你其中一家作品呢？这个是我年初在纽约的发表。哦，你是哪一家？对，但是现在已经有新的创作。对，而且现从两可以讲，这个是 XO 圣诞树牺牲纪念日。对，那一次是去纽约，因为1月刚好是他们圣诞节刚过完的隔一周，然后我记得我。到纽约的第一印象就是满街都是不要的圣诞树，他们就全部都丢出来。然后我这是人生第一次看到真的冷木杉，因为台湾大部分都是用塑胶圣诞树嘛，他们是真的活生生的树，所以那时候看到的时候就特别有感触。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个艺术家就决定用这些被丢出来的圣诞树捡回去。做一个新的创作，对，就是有点像烟熏食物，我们烧这些圣诞树，然后去烟熏这些食物，所以这些食物吃起来就会有圣诞树的香气，就是冷木杉的香气。所以厉害，算是你对纽约第一个印象的呈现，该厉害。新的从中呢，你是怎么样呈现的？这个吗？线上这个新的即将在年底要做展览的。Home 这个它已经变成像是以杂志、小志一种 Zine 杂志的方式，在线上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对，那个时候我是以饺子结合手。对，那这次的手是我自己，因为我们包饺子不是会这样。对，对我来讲是2只手捧着一个东西关起来，其实像一个礼物或者是珍惜东西的感觉。哇，对，所以那时候回忆，图片，我觉得这饺子很特别耶。对。那其实那时候是回应就是疫情，因为我们都被隔离，或者是我们出现了很多问题，各个国家问题都会浮现，大家开始不信任啊，开始吵架，然后或者是有些人家人过世了，但因为隔离都不能见到最后一面，所以那时候我就做这个饺子，有点像是去回应或是提醒大家，就是要好好的去珍惜我们手中还握得到的事物。做得真好，对，那时候就是以这个手脚，对，去做那个提供他们这个作品，这样子，很有温度。那接下来呢，大家係講講，你做得出了線上看，在台灣你做得下去呢，可以看到你的作品嗎？最近有個新的展覽，一個大概前幾年剛開幕，現在正在剝皮寮展出。那我上半年是做
就是附着的盐嘛，咸的。那我下半年就是凝结的糖，就做个甜的。对，下半年这个展览叫做秋阳风起凝结的糖，它其实是我这次比较不是艺术家，我是以策展人的身份去召集其他艺术家一起来做这个展览。对，那这个展览每一个人的身份不一样，我这边有不是客家人，但是是住在台北很久的艺术家、插画家，那还有一位是外国人，他是马来西亚来的艺术家，所以我就邀请他们从不一样的看法去切入客家的印象，然后跟我一起去在一个台北的房舍里面做出一个巨大的柿子。哇，对，所以到时候大家去看展览的时候，你会直接走进一个柿子的空间里面，对。我就当先是因为甲讲台北杜甫的客家吼，不过有转到咧起药，所以你做咧从起药变成起饼，对不对？它秋天你9公分快写时间，就连接到我们的新竹，所以你刚才讲的时间，开始觉得讲，从都有该起饼的香气。对，因为其实那个凝结的糖就是在讲，因为我们柿子变柿饼，它最后会凝结成一层柿霜在外面，白白的，那个其实是不是我们添加？那是柿子自己产出的。对，所以其实会选择柿饼，就是因为柿饼是完全没有人工，它就是靠太阳跟风。然后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依地而生啊，就是运用自然，跟着时间节气来走，很能代表就是客家的一个精神。对，尤其就是我那时候一看到展期是9月到10月，我就觉得，对我的家乡这个时候最具有代表文化就是柿饼。那他们是在谈来客家生活的，就是来台北生活的客家族群的话，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新竹的这个时间点，可能是有很多新埔的柿饼季。那我就是把一个柿子柿饼搬来台北这个印象来讲。就是都会客家的这个状态，这样。哇，大家一定要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万云佢哋策展了的起饼相当200人，氛围200人呢。对，而且还有那个品尝的活动，有2场这样子。哇，来看你的展览一定要吃到东西，不然就是要闻到味道。对，就是大家可以来参加那个品尝活动。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讲想来了解下那到包含讲国外展览，了解话做得去哪位差，是不是有你的粉丝专业啊，或者是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其实我有个人网站，但个人网站比较多是我以前作品的一些记录。那如果要 follow 我最新的一些展览资讯的话，就是有我的脸书，或者是 Instagram 都可以。所以打念喵呢？对，就是打婉云就有了。对，或者你要打罗婉云也可以，但是如果要找到我的脸书的话，就是婉云就有。因为做在青岛食物艺术家，哈，做在是青岛东岛的梅头，做在青岛婉云哦。今天非常欢喜听到你的分享，我们非常期待未来你的创作，带出客家的梅头，带出台湾的梅头，分全世界人做在看得到、皮得到、食得到。再次希望你，希望你。希望所有的朋友来收看今晡日嘅節目，食到歡喜麼，皮到歡喜麼，邀請大家繼續來 follow 婉雲嘅創作哦。邀請大家點解係咪記得聽明先生來做認同？希望大家嘅收看，張得了。